舞蹈团迈入第15年，那我们这次演出的主题是“舞出咱的大年代”，那就是透过舞者肢体曼妙的舞姿，然后结合舞者，然后结合国语歌曲、台语歌曲，然后展现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对，那就是非常好看、精彩，希望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加油打气，谢谢。市长，咱中华技工所伫咧8月31号，咱中华艺术馆这个发表咱彰化市立舞蹈团今年度的公演大发表希望咱的市民共同来欣赏这么水的这个舞蹈配合咱经典的老歌我想这是一个真精彩的演出，欢迎咱所有市民共同来欣赏。咱中华技工所不断推出文化艺术的活动，就是要来提升咱市民精神的食品良好精神的粮食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欢迎大家共同来欣赏这么美好的演出，谢谢。谢谢。这个舞蹈团成立到今年已经15年咱每一年拢有一个大公演大公演8月31暗时伫这个中华艺术馆做今年度的大公演舞出我们那个年代。咱所谓表演的就是一个人诞生到快乐的童年，到青春曼妙的恋爱过程然后到中年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水准的舞蹈团，我们再结合经典的老歌跟台语歌来表演，应该会当提供咱市民一个真好的这个精神的食品我们不断的推出这个艺文活动，就是要提升我们彰化市民的生活品质、精神粮食。谢谢大家。